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。我今家所采的提新竹县非常有名的景点之一，鲁邦山乡的女湾，也这个咩是新竹县去年观光人次挺多的所在哦。一到女湾火车站，韩国警察局如果有日本美食，当然老杯的路街咩是几多人听说路爱来的。除了女湾以外，其实新竹的北埔、峨眉、湖口、关西特别江沙也都提起，如果有特色，所以过讲过闹的太自然景色以外呢，还有过土地的小吃。这个单元，客家人王旭勇路带大家去人的故乡去新竹老了。公园并了安东日、前东日都会选择出于旅游。不过，全台湾景点安多，想要看河山河水，又想要识到河之美，应该要去哪位呢？公园安东日要去哪位了？天然台山前行，不论是要识草板跳、草台冲、草米粉，也系要看山、看水，甚至看河白。客家最大嘅人，新竹人係一體好嘅選擇，一下就行。全国客家人比例最高嘅新竹人，因為交通利便又有豐富人文歷史，而且係各地旅客最好嘅旅遊地點。不論係北部、昂昂鐵山，天天去看路街，享受採地感覺；也係到虎口鄉體驗靜景風轉路街，感受農業高效嘅求上片，甚至試下東鐵聖山、東鄉嘅烏爾餅，都係來到新竹嘅世界唔會難嘅行程。另外，快橋梅哈那創嘅灣山女灣，相信也有一多人來梅難，尤其係欣賞韓國、三國河北嘅女灣石火車。1952年通車，連接9隻西站嘅女灣線，歷史台環境變化下，該兩市為咗在橋、沙灘和風摩內起嘅基線鐵路，一下轉做咧觀光焦點。尤其落東大水時節，從舊站頭出發嘅火車，看起來就會安靜。愛用貼片有美感。除了全國出名嘅女灣山上，其裡咩情人嘅能一片，兩隻漢本青島人感覺上手，實像青少年戲歌，淳樸有聲音嘅小景，有機會可能係停出而來。全新竹人客家中地圖人口最少嘅峨眉鄉，因為不論係平常日也係涼日，都係像咁樣幾條街路點前，非常有感覺。所以係講有機會來到竹東。北部以後唔好像咁樣停下來，一停來落來也峨眉小鎮，喺啲世界路行昂聊聊，去感受也為正經嘅客家人文特色。看起來都唔大眼嘅世界路，所以行慢啲，用心欣賞，就算冇台上對外紹介，還係本人當自然就起到一份裊客家風情。相對其他當插花嘅景點，可能凸顯咧既然冇強壯。連接美麗人嘅新竹峨眉，除了用點前電視機嘅訊譜，新二台名勝自己嘅四條山風景區也對兩位。就算海拔是冇到500公尺，不過多樣嘅天然風景、滿山都係嘅描述，都變成佢重要觀光資源。點講啊？南有福岡山啊，北有四條山。四條山啊，也係隻佛教嘅一隻神體啊。從假日啊，當然去跑山，安尼看安尼個種嚟，安尼百年嘅古廟啊。所以講，其實啊，相當好嘅環境啊。所以講，當到嚟朝聖嘅人啊，到開頭來就看到呢個百年嘅古廟啊，種另一個休閒嘅一個享受嚟呢。昨天講係佛教神體嘅四條山，有遇到嘅描述到兩位，有的係幾十年，有的甚至已經幾百年。喺其中當貼片利用天然石孔做出來嘅也水簾孔，有當到民眾大擺兩日就當講來兩位參拜，還有遇到嘅人係來兩位欣賞佢。利用天然石孔變做嘅百年描述，大擺衣櫃都會出現細水沖嘅水簾孔。唔但將外顯貼片也非常壯觀，遊客幾年來無停，燒香拜拜人算唔清，尤其天然挑戰蛇路行，一片欣賞白當山那，
一片观赏当强烈嘅山毒色海，实在係一種最舒爽嘅旅遊方式。來到峨眉行行四條山過後，係講往只方向轉到推山線，順條兩幾片富岡山色，就做得當簡單都看到。不論係上去看導引水面嘅風景，也係觀察價千公里之外背來嘅釣鵝，都係峨眉湖最讚魅力。行湖順條嚟一件一件都其中嘅加倍湯，因為滿足咧遊客歇困嘅需要，嚟幾年來相隨出現。變身你下來到峨眉湖，絕對做唔得少嘅新享受。峨眉湖啊，以往我哋台北水庫，面積啊45年啊，家下趕改用嘅一隻水庫啊。多年來啊，嚇，因為農田啊使用率啊冇按高，而家慢慢啊轉向到從小坑剛剛嘅發展啊，假日啊相當多嘅遊客同我們鄉來，因為一片咧另外啲為東方美人茶。來另外啲為咖啡啊，來看看我哋為河山河水啊。台北峨眉湖上下種下樣嘢是生產農產品為主啦，像種柑木啦、柚啦，係因哋峨眉鄉嘅特色啦。啊，我哋來以後呢，慢慢的可能因咁好，因哋做咧賣咖啡，就會以後企業心情是入來啲啊，你啊到咧可能有10個件咯，係啊，所以就是變講，落什麼了，除了去食涼茶。除了客棧，除了散步以外，還做咧很悠閒的來飲一下下午茶。河山河水係天秀新竹下來遊客嘅體現條件。唔過來到呢隻客家大人了，當然做唔得使用冇住。出來了停車愛情合適嘅東西，從我哋下企業為所係對關西台山線順條按照16種嘅呢隻地方，一看下過去當鬧熱嘅各界為所，有前多間嘅客家小食店。有地圖除了有大家當時嘅炒台蔥、炒米粉了掉，當然特件也有一個特色，尤其係菜地人有嘅好滋味。因為連接台山線兩灘往山，關西整個16種變成交通中心，所以加建出名嘅飲食店，雖然冇差花嘅外表，實當本各地遊客各異。唔過，較做得講一下係，特別來客家種就係食嘅炒台蔥，相時也做得玩一下口味。來到客家種普通嘅人停車，為了一隻炒台蔥。唔過除了炒台蔥之外，其實炒粉蔥也係非常好食。你下按來看，炒粉蔥係用板炒出來嘅。食材當香嘅香味，呈現炒粉蔥嘅最讚之味。次次嘅粉蔥就愛用今年姜絲老客家調拌醬，大火簡單炒一下，飲時就本人後欄水見了。我話做炒粉蔥係10蚊起，10蚊起。唔冇10蚊炒，10蚊炒粉咪掉出來啊！佢啲粉蔥因為生嘅，你整料佢粉咪掉出來，你炒熟係實質冇安嘅口感。做唔得用大力炒嘅粉蔥。保持咧食物原始風味，2分鐘過後，也強用係客家名菜嘅炒粉蔥就好咧。唔過詳細看一下，有悠悠嘅色，用板單場看還蠻食，就吃到天出好鮮咯。你就是買咗嚟粉漿，將佢細啊，當一隻，用腳馬絲咯，佢個咧客家嘅，嗰度網條絲，安子做得咧，安子做得，耳機，做東西仲係耳機。黐就好咧。飲食店調價當欠講，所以東西黐前菜料理就會好食。很正經確實唔係咁樣，因為為咗保持店度當日都有最好嘅口感，佢都親身去托補中藥。小哥，我中藥要料啊？有。嗌個，排倉，攞粉倉，還有豬頭啊？有。烏豬肉嘅香甜，唔單將炒粉蔥好食，客家種最好嘅豬頭肉，也是愛簡單落個，拔下來就當香，本人原唔吃，上愛咬一口。我就愛買烏豬肉，食這擺豬肉，因為甜嘅。你頭擺子細開始，阿爸阿妹是買個烏豬肉來食啦。你是親關係是看到家，緬甸佢收水到，你頭先在啊。
2日禮拜都在2排，挑戰台同嗰種啊，你甲表恁啥點心店啊，全部殺咗落去，佢確實是安做。最簡單的，一年是豬頭花，拿豬頭紅肉來比說殺，烏豬嘅直接嚟做殺魚來，唔會全數。一年剝嘅時間是皮到個肉香。堅持用較貴嘅烏豬肉，不論係炒肉、炒板條，都當本煙客家己。就算唔係療熱嘅凍酒，也見食店也炒到黏黏，可見確實有冇強溶味道。關係好食嘅唔單淨係見，專家飯都介入行，也見已經有100年歷史，利用天然九工坊吹造嘅手工麵，因為口感好、味道特別，也係前唔會諗嘅理由而面嘅。咱特色就是講同市場有區隔，而且同白沙因做嘅麵條冇強溶。白沙因嘅麵條每天是從底下看到佢曬嘛，你天然曬下，然後後背自然包下就做一賣。可能問題按照底下你挑曬，然後又像是剛才老師嘅事件，按照全部用排嘅，按照排嘅事件當場，白沙因冇像按照。簽好食嘅料理係呢行天出外界，不過來到風景東江嘅新竹人，有到融入大自然嘅享受。也天出種的麼？來到新竹人，除了好看好食之外，青島當地嘅人文特色也天出而吃下。從非常出名嘅晚餐起，尖沙咀碗也竟然因為養生嘅青天非常本講究，所以係講公園時節有時間，你咪天出而來親身體驗一下。元旦還唔係前出名嘅尖沙晚餐，因為天然出來嘅水質非常滑。算係高級碳酸氫鈉餐，也就係人講嘅每年湯，所以呢幾年開始受到浸湯民眾介意。它的溫泉啊，品質非常好，所以當作向性啊，從來羅應家來到也比較泡完啊，身體感覺非常好，血液循環非常有度，養生健身、美容都非常好。溫泉很多，但是喺新竹園溫泉所受到各方面的平等都是 No.1 的。品質 No.1， 泡出來精神爽快 No.1， 所以歡迎大家來我們堅實的溫泉，新竹縣轄區的溫泉都是非常好的。在我們這裡的溫泉，它是屬於碳酸氫鈉泉，無色無味的，它的碳酸根離子的含量可以到達590 MHz， 那它的 pH 值是在7.4 pH 值，出水的溫度在46.5度左右。所以是一個非常符合天然資源，而且是符合人體的沐浴或者是浸泡，它對皮膚的幫助是非常非常有潤滑的效果。浸的好晚餐同時，欣賞順頭嘅山南美景，來到尖沙浸湯，食材係一種幸福體驗。不論過年也係品嘗療熱，不論風景也係美食，東有客家味嘅新竹人。當然會寫來很多嘅觀光客，真緊有幾個道理。能擺有機會出來了，記得還有兩位做得先切。